阮讲详细。你讲我是上水的一蕊花，讲要忍偌济你会甘奶奶。早天早地早甲乌扁扁，逐工听你伫遐吹狗咧。乌莲蜜花也是菜头粿，看出你的手段真歹势。这敢是爱情？错意错意错意，这敢有可能？哦咦哦咦哦咦，到底是啥物情形？到底是啥物情形？心内哈尼有几个？哈尼即马对阮讲详细。你讲我是上水的一蕊花，讲要忍偌济你会甘奶奶。早天早地早甲乌扁扁，逐工听你伫遐吹狗咧。乌莲蜜花也是菜头粿，看出你的手段真歹势。这敢是爱情？错意错意错意，这敢有可能？哦咦哦咦哦咦，到底是啥物情形？到底是啥物情形？错意错意错意，你敢有要紧？哦咦哦咦哦咦，这敢是爱情？错意错。